欢迎收听7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4章1到31节。耶利米书第4章1到31节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这个经文所说到的先知耶利米，他发出非常难过的声音。他说：哎呀，我忍受不住绞痛，我心焦灼，坐立不安。我听到军号的响声，战争的呐喊，灾难接踵而来，全国荒废。我的帐篷突然倒塌，帐篷的幔子破裂。我还得经历多少烽火，还得听多少军号。上主说，我的子民愚蠢，他们不认识我，他们像低能的小孩子，一点智慧都没有。他们只晓得做坏事，不晓得做好事。用和合本来说，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这是耶利米，他领受上帝的话语，看见在当时南国犹大这些以色列人民的景象。人们不相信耶利米所发出的预言，如同前面上帝呼召耶利米时说，当他发出预言的时候，这些人会不相信他。然而这预言却是深深的影响南国犹大的未来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耶利米领受之后，他一方面为这些人民感到焦灼，感到坐立不安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上帝的声音却时时的影响着他，让他不得不发出这些警告跟提醒，因为要向这个全国吹号角，发出警报，要向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人来呼喊说，要赶快跑进设防的城里，因为有大毁灭要从北方临到。的确，以现实情况来说，他们怎能想到未来还真的是有从北方临到的强国要来毁灭他们。当时的亚述已经是势力衰微的，所以对这群南国犹大的人来说，耶利米所说的话的确有令人存疑的地方。不过上帝却是全知看见未来的主，如同我们在目前看不见未来的景况，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人民更是看不见。不过他们听到上帝的话却是不相信，结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时候，的确在后来他们被另外一个兴起更厉害的巴比伦彻底的毁灭流亡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，当那个毁灭临到的时候，君王和官长将丧失勇气，祭司将目瞪口呆，连这一群先知也会惊骇，因为当时他们认为上帝会赏赐他们的是平安，是得胜。不过上帝却也让这个国家要面临灭亡的命运，因为他们长期累积那个不忠实，对上帝不忠实，敬拜偶像，活出自以为意的生活。上帝说要审判他们。而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呢，就如同今天耶利米书所说的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完了，你何必穿昂贵的衣服，何必戴珠宝首饰，何必涂眼画眉，你打扮有什么用？你的情郎遗弃了你，要杀害你。在那个时候，耶利米说，我要听见像产妇阵痛的叫喊，我听见像女人生产头胎的尖叫，那是耶路撒冷在锯喘。他伸开双手说，惨了，惨了，他们要来杀我了。
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许多的警讯，你听见了吗？2019年底，有一位叫李文亮的医师，他在他的医院发现了有7个病患是从海鲜市场出来的，出现了呼吸道症状，而且是一种很像 SARS 的冠状疾病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他 po 文在他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群组当中，结果没有多久，他竟然被公安传唤，说他散播谣言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。不过在2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觉得他不是扰乱社会秩序，而是在提出警讯。若是当时的政府或是那个环境的人愿意相信，愿意及时来悔改，即使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，或许能够有效的来遏止，来围堵这样的疫情继续的传播。不过在今天，当我们确实也在这样的一个新冠状病毒的威胁当中，其实全世界的人民也开始意识到有这样的警讯是如此重要的事。而今天我们不需要透过各样的媒体来得到这样的警讯，上帝的话每一天都是一个警讯，在提醒我们可以如何来活出现在的生活。我愿意因为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改变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吹哨者，常常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提醒我们当走的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深深的知道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实要再一次承认，我们对现况未来很多的时候是一知半解，甚至是不了解的情况。但是上帝，你知道我们的现在，你更知道我们的未来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求福。主，因为你是施恩赐福的源头，你爱我们，你也让我们在这黑暗的境况中有从你来的盼望。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支持我们，即使在黑暗中，主啊，你的心意仍然是要拯救我们，并且拯救我们到底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有从你话语来的警讯，主叫我们活出有从你来的智慧，有从你来的知识。若是我们是听见那警讯的人，也叫我们有勇气，有能力，有智慧回转向你，好叫我们在这个疫情影响的时代当中，活出得胜有余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